做媽媽嘅梗係時刻守護家中每位隊友，將最好給最愛。日常生活細節我都好講究㗎，幫屋企人選購個人護理產品，一定就會揀專業同埋高質。識揀就梗係會揀 Mannions Guardian 自家品牌，佢哋嘅化妝棉同埋牙線系列仲係銷量全港No.1。囡囡牙齒好敏感㗎，又容易流牙血，呢款纖旋深潔牙刷就啱晒佢啦。刷毛柔軟，加上0.01mm 尖細刷毛，深入清潔牙縫同埋牙齦邊緣，剔走導致蛀牙嘅牙菌膜同埋潛藏食物殘渣。囡囡都話刷得乾淨又舒服，每次出門我都會帶定旅行毛巾套裝。密封袋設計乾淨又衛生，手感柔軟，吸水力強，仲可以乾濕兩用添啊！立體珍珠壓紋仲有助清潔，咁方便拎去旅行就啱晒啦。Mannions Guardian 自家品牌照顧到我哋全家嘅需要。欣賞佢哋以認真嘅態度同埋品質保證為核心，佢哋嘅產品經過20重嚴格品質把關，由原材料到包裝，每一步都確保產品安全又可靠，仲符合4項額外品質嘅標準，產品都係經過真實用家嘅測試。你哋都快啲去萬寧選購 Mannions Guardian 自家品牌新產品，為自己或者親朋好友送上最優質嘅革新體驗啦！